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有一个连锁不动产加盟店的股东，找人来投资，一开始有照时间发红利，但是半年前就无准时了，一直到9月19人消失，涉嫌免钱超过20亿，受害者超过50个人。 不动产办公室的铁门拖落来，大门关闭，和看板都已经拆掉，敢若剩铁架仔。办公室人员嘛早就已经走到无看啥。这原本是知名连锁不动产的加盟店，所传出幕后产业的股东涉嫌赚20亿的小型钱，伫咧19号联络袂到人，敢若是钱款得着让杠酸。找一些同仁说，哎呀，有个兴趣一起你们在开间公司合作赚钱这样。受害者讲，产业的股东为3-4年开始用投资公司帮衬含放款的理由，找店内业务员亲戚朋友投资。 侵头发，逐个月拢会交红利，差不多半年前开始财务出问题，钱就丢袂出来。直到9月19号联络人就总碰见，初步估计赚超过20亿，受害民众超过50位。你要对其他大家都很好啦。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蛮信任他的。根据了解，产业的股东伫咧做卖厝中人，这度做超过10年的时间，是这间加盟店的股东和实际负责人，大家拢真信任伊。如今人甲钱款来走路，已经有5位被害者甲警察报案。警方目前已依规定受理，并整理相关金流明细，依法侦办。警察初步估计，5个人去款走差不多4500万，敢若一个人就1万3100万。目前已早期罪嫌侦办，受害民众嘛伫咧做自救会，会找律师甲钱讨到转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